吗？练过。OK。OK， 咱们快点。这么练。你看哟，这从这就马上就在这你因为这花的多嘛，你就容易就那么带出来，所以一定要第一个音儿就让它在腔体里头。哎。你这这成这样了，把这个啊说成哎，对，往里把这个牙口盖这个地方打开，把它咬宽一点，哎，再变这个线还别忘了，你看你每一个都还上台就就在另外一个地方了。尽量让它在统一在一个地方，它肯定每一个音它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我们让它就是调整到就好像都在，好像听着就是都在一个地方，好吗？我看看，你看这哟这么低，你说张这么大了，那嘴就说这你要贴住它就不就这样。用气的话，你就贴住的话，它就不会出哈哈哈。现在你为什么出哈哈声？因为你用不上气，是你的这个嗓子在哈哈哈哈哈哈在给你放，你在这儿唱，你对着这儿唱。这就是慢的话，就是这么个意思啊。对吧？你看。我们现在从我们的最低音开始，哎，不是最低，从这起头开始张嘴都张了，这边怎么办呢？就没处去了，好吧？好。主要张里边就是我说那个吸那小舌头那后边那地方。接着，别跟着呀，别跟着一块掉下来。你看呀，还在那，越来越高。你下来的每一个声音都是一个音色，知道吧？就记住啊，就让它就统一，这样它就会顺了，就在你的气儿上了。现在因为不在气儿上，而且这个烟块这些都打不太该，因为不习惯嘛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就开一个，第二个就掉下来了，那第三个就跟着，因为它音往下走，你也跟着往下拉，就最后就对到嗓子眼上了，好吧？还是加快速度吧，这样。就快。张舌边，边，把这咬宽了里边。但是我不是不要嘿嘿嘿。这就是你嗓子这个在帮忙，所以你出这样的声音。如果给你放慢了，就是放快就是快了，这样声音就在气上，不是这就是嗓子的声音。你看，你不用多弱，你要用身体，要养成习惯。来，就变成。你坐到这个椅子的，怎么说？你把这个椅子搬到那儿，就坐一点点，一个角角。然后你这么坐着，这样的，好嘞好啊。好，哒哒滴哒滴，来。你什么都别做，也用不着坐着，你就在那儿，就把那咿呀唱出来就行了，也别。嘴别张那么大。你不张，我们试试会出什么声？
不是那么大劲儿。现在这个就是他的气儿跟他的习惯实力在那就挣扎，又想能用得上，完了后又在这帮忙，就又撤不下来，这是需要时间的。但是你去体会，这样的意思呢，就是让你呢感觉到这些部位，好吧？咱们继续再练一会儿，好吧？对你就心里想到，哎呀，就有点这嘴里头有含着个鸡蛋或者什么东西，就在牙根儿这个地方。这样把你那个嘴外边最好就别动，好吗？没关系。OK。把牙说。不是这样。保持那个状态，我们唱那个哒哒咪发哒哒西哒哒哒西啦嗦哩哩哒咿呀咿，好吧？来，咿呀，咿呀咿哒咿呀咿，你看见了吗？那个音节都没唱完，对，滴答咿呀咿哒咿呀咿滴呀，再用点声音，要不然你老音准不够高，这就说又翻不上去。好，下来的时候也保持住，别就就散下来。下弦不清楚啊，这就牵扯到你的一快了以后，你那个音阶都无里无图的那个音儿都不准。这就说你看你连练声你都不准嘛。不要在那高音提啊！你看，这个没听见，就没上去。来，再来遍。清楚有点大，但是它音色有点发生变化，你有点整的声音，这就是出来一点你的音色，是吧？就感觉这个人呢，就不像刚才那么好，就完了，这倒了似的，不让人那么叫什么担心。